因为谢谢你呢，带小孩这么忙还敢出来实习，他跟我命一样，从小他到底就会就是要看拉肚子很正常啦，就是两道什么病都有。我说，跟他说了，他刚才有这么。来，工作人员来。各位平安，今摆时间也要停到，就是听头的用个道的心、安静的心来慈悲了见上帝。
转调。万看顶着乌落摇花，万配声顶着真好意，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摇花的心事永远伫地，顶着乌落摇花。这是敬拜团要带咱用乌落的歌来开始，咱来开始朝见上帝。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因着耶和华丰盛的应许，我们就要欢呼的来歌唱。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同起立，我们用诗歌，我们来赞美他，因为他是我们的牧者。鉴察我们、知道我们心的神，在我们还没有说出来的时候，他已经鉴察，使我们能够安然的在他的里面。我们用第二首诗歌，一样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来亲近我们的神。
是社会议员听咧，咱们有信息头前提啊，新的改变来告别咱的信仰。恁着真心真性致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代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主你亲像家己。这个了解是专无法甲身体的总分头。阮的心境改变原理，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听你，恁若是安尼三听，恁若三听，只要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后生。请坐。这是请大家对我研究信息的课文第6篇，来三角交叉课，这是我的课进来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的灵魂静音。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伫地，伫我对敌的面前，任由我的头壳。稳定甲自卑的确对我到一世人。这是请大家跟我同心压头来祈祷。阮的天父，阮感谢你。当阮要是离开主体的时，你要用迄个疼，搁一摆来兴阮，互阮活倒转。当阮有病痛甲欠亏时，你要亲自来医治阮，来安慰阮。当阮信心软弱时，你要扶持阮，搁使阮刚强壮大的心。当阮生活拄着极大挑战时，你嘛要亲自为阮开路引带阮。主啊，阮感谢你，阮一生因为有你甲阮的同行，互阮人生过了喜乐平安。阮的天父的爸，阮是有罪的人，恳求主你赦免阮，听阮软弱的祈祷，求你伫阮遮有罪的人，医治阮遮心情甲肉体，互阮有勇壮身躯甲健全的心灵来面对主你为阮所安排的境遇。亲爱的主啊，求你教示阮学习你的模样，搁较明白主你的旨意，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去办理你所交托的事工，互阮彼此相听，互相接纳，互阮一同领受上帝的恩惠，一同成长，一同建立听的教会。阮的天父爸，求你建造阮，互阮诚侪你福音的出口，互足较侪迷失的灵魂，因为阮会好所行，感受到上帝对因的疼，互因接纳你、我靠你，互你建立着因生活新的生命。阮的天父爸，阮也祈求主你赐福伫今日的敬拜，互我的心按主你的道来打开，互带顶好诚侪你的出口。用主你的道来各界教示阮，阮伫遮个礼拜所有的娱乐甲敬拜、荣耀，拢是归乎你。阮安尼祈祷甲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这是圣歌推八大恩琴，歌曲双手心怀感谢来歌乐上帝。
真感谢圣华队所咱带来吟诗，咱随时拢爱抓关双手，感恩主的心。这时咱要来恭喜上帝话，今日咱要看的这段圣经节是记载伫旧约圣经，咱要看诗篇13篇第1节到第6节。首先，咱要用台语和日本来读，请恁大家注意来听，我来读。第一个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伫安静的水边。伊互我的灵魂清醒，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所以我虽然行过死命的山坡，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腿、你的腕安慰我。伫我对你的面前，你甲我白色颜色，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背满出。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过来，我用华语，现在中文译本，过来再读一次，请大家注意来听，我来念。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灾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咱要请传道来讲道，伊今日要讲的分享的题目是顶读诗篇23篇，重读诗篇23篇，来请查传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在门徒中间讲的第一句话是“愿领平安，稳定平安”，让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平安。耶稣基督说：“在你世上有苦难，放心，我已经赢了世界，因为我赐给你们平安。”这个天下祝你天下共平安，平安，天下平安。人老了以后就会缅怀过去。想着这过去的事情，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情，我们说唠唠叨叨，老人家讲话就是唠叨啊，一直讲，不要觉得我们唠叨。今天我们3个人一起在做礼拜，我跟郑长老娘还有陈长老娘，想到这个就很温馨。那过后，咱们讲吼，健康过去啊，连都唔记。看到。要考试考袂去，看到就是怎样？哈！我竟然现在怎么闷
到我妈妈的次数越来越多，我最后发现我妈妈帮我挖耳朵，不卫生啊！现在不是要这样做吗？以前我们小时候会躺在我妈妈的大腿上面，妈妈搞完喵比赛，我的好真的好舒服哦！把妈妈要把脸啊呀紧啊，爸爸要。我妈妈没有念过书，但是她很会背很多京剧，她就开始背京剧给我们听。都觉得好美，但是那时候背了就忘了，背了就忘了。但是我们每次上课之前一定要读完诗篇23篇，要不然班中人口练得好快，为什么？要赶快去上学。练好了，然后我们就走了。每天我没有感觉，怎么几十年来，一再遇到挫折，一再遇到困顿，一再遇到事情的时候，24篇、23篇，每一个经节在脑中慢慢的浮现。圣经是非常奇妙的，每一句话，你重读一次，再重读一次，再重读一次，你就不同的亮光在你身上去显现。诗篇23篇，第一节告诉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有没有感觉？从小就会背的，这个刚才启文也练过了，然后欧长老他也练过一次，国也练过一次，这没什么，连我们刚才的诗歌也唱过一次了嘛。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蔡天贵是我爸爸，蔡永碧是我的妈妈。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讲道完，那突然有一个老姐妹上来就跟我讲说，嘿，坡他哦，破住了，坡他有一个传媒蔡先生，蔡天贵先生，你认识吗？我说我跟他认识很久，真的吗？啊，那蔡先生以前也在我们研究教会呢。对啊，知道，应该是我爸爸。我们两个讲话是不是很像？我们两个是那种腔调，可能就是人家说这种会不会遗传我不知道，反正我一讲话，只要跟我爸爸接触过的人，他就好像这样，也不行哦，不行好，就不行哦。每一个人会不会想说，蔡林会是我的爸爸，蔡永斌是我的妈妈。当时我躺到青草地上的时候，我的妈妈，我在脑膜炎的时候就抱着我21天。耳朵，我们小时候到大会有回忆，不可能每件都记住，但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要记住。那时候大家隔壁的话他们说，阿姨啊吼，卖个乌边啊，卖西啊，西啊大，所以我忘掉东西，请你原谅我，因为我本来就他们鼓励哈，那鼓励就是头脑不好，没办法，小时候很蒙。可是你也想到说那个很美的事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如果上帝是你的牧者，上帝是带领你走的人，你有什么好怕？你有什么一些不自缺乏，这是非常感人、非常关键性有感人的开场白。所以我现在慢慢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上次上学的时候，我妈妈一定把我跟我的大哥一个人轮流抱起来，然后背14篇、13篇之后才放我们去学校呢？因为他让上帝一直是我们的牧者，带着我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好感人的开场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我不致缺乏。你的爸爸这么富有，你还那么紧张？你说富有是不是有钱没有钱？上礼拜我在讲说，打样送佣人，别人家那个师傅那个阿里把送佣人，其实明显如果有世界人才会讲，以生活为难。可是每个人心中都贫穷啊，你有你们送佣人，对不对？心也贫穷啊。我就是贫穷人啊，为什么？我每天连祷都不够啊。耶和华是牧者，我并不是缺乏，不是缺乏是你不但物质不必缺乏，你的心念不是缺乏，你所有的一切耶和华会为你去安排，因为他就是你的牧者啊。所以我们所有的缺乏，不管你缺乏勇气啊，不管缺乏信心、缺乏能力、缺
边缘的，我快掉下去了。其实上帝就在那边看，我是你的牧者，你都没有信心呢。我的手已经伸在那边了，只是你根本不牵我的手啊，你就自己来啊。我们什么时候牵上帝的手？上帝手就在那边看着你，然后你说上帝啊，你怎么不理我？上帝说没有，我就在你的旁边啊，是你不理我，还是我不理你？我们接着是不理上帝，我们接着没有排忧当我们的牧者哎，我们接着把我们自己当做我们的牧者，我们经常是靠自己，所以我说人类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是自己呀、我们靠自己都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才是我的牧者，他在前面边，你不要怕，他叫你跳，你就跳，跳下去的时候，哎，他的手就扶持着你，让你能够平安在度过。所以相对的，我们都如羊，在以赛亚书第50章第6节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如羊羔，我们迷失啊，个人偏行己路，有没有感觉到？我们都自己的意念，叫他的艺术。别安怎行，安怎行，安怎做，安怎照自己的意思偏行己路，但是耶和华所种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很美的意思，让我们知道说，来，那个玉芳来帮我们念一下，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还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耶稣自己说的。他是我们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是缺乏。但是我们牧者，耶稣说我是好牧人。耶稣来到世界上之后，现在天上每天看着我，你每天不要让耶稣去充满着你，充满着你的时候，耶稣认得你的声音呢。你试想多久没跟耶稣交通了？用祷告来说一直好的，你多久没跟耶稣祷告？你说祷告有，那祷告好像都一样。你在祷告神的应允呢？你不祷告神就看着说你要自己做，就让你自己去做。祷告不是说你很严重啊，要祷告你，所以我们说祈祷，就把它一直写作祈是祈求，也有祈求祷告才叫祈祷，才叫祷告。有一次我在西鲁教会，那我们有一个长老，他住院，那礼拜完我们就说来有空的姐妹，有空的兄姐们，我们一起去医院。看某长老，突然就是跑到旁边，抓你了啊！刚才很丢，还开头，你们是没有在祷告？我说没有啊，我去看他，大家要祷告，是帮他祷告，让他赶快复原。就是我每天我一定会跟你写祷告，因为这个可爱的女儿叫我看见，为什么我们要祷告？所以相对的，我们都说像如羊迷失，我们如羊走失了。但是不要忘记，好牧人会为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好牧人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上礼拜会讲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然后什么，这些都加给我们。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而是说你先求神国跟神的义，给你的东西都理所当然啊。你不致缺乏嘛，所以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那你就会不致缺乏，你的这辈子里面在神的面前都会得着蒙恩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一点都不是害怕一个牧羊人，一个小孩子在面前，然后他非常爱他的羊群。有一天，他每天都上主日学啦，上少气呀，每天很快乐过日子。有一天突然他发高烧重病啊，重病都快死掉啊！重病快死掉的时候，本来他是一个很快乐的人，突然觉得说，我这么年轻就死掉，我到底死掉我会去哪里呀？开始害怕，说我的死到底要去哪里？以前没有感觉，以前在牧羊每天快乐这样跑来跑去的，赶着他的羊群，突然他都快死掉了。然后他就去跟传道人讲，传道人就来看他，就是说，那我问你是个牧羊人啊，如果你的羊走失了，掉到山谷里面去，我当然就会去找啊。你怎么找？就爬下山谷里面去找我的羊群，然后找到之后呢，我就背它在我的肩膀上面，我就把它扶回来。
到你的家里，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因为我爱我的羊啊。奇怪，你问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简单嘛。你为什么要去找你的羊？我爱我的羊啊，所以我去找他啊。那个传道人就笑一笑，当主耶稣会赦免你的罪，他为你在被钉十字架上赦免你的罪，所以你不必害怕，因为主耶稣已经赦免完你的罪了。你如走失的泥哑，当你掉到深渊的时候，主耶稣会去找你，然后背你在身上，引导你走义路，引导你走那永生的路。他听完一个释然啊，主耶稣是我的牧者，所以他的意思先，他就说主耶稣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牧者，我还有什么好惧怕？耶稣啊，谢谢你。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前几年有经过COVID-19，所以现在很多教会都在很烦恼，说我们怎么开始要另外一个传道叫做网络教会。现在很发达，网络教会，大概我们都会直播。为什么？因为有网络教会。因为在COVID-19期间里面，我们慢慢养成什么？我们养成说，我们在处在非常就在生日记里面说讲，这是最黑暗的时代，也是最光明的时代。我们养成在非常富裕的时代。你说股票已经上3万点，听说会到4万点，我不知道啊。你不要跟我讲话，你就去乱买，到时候跌下来说是蔡长老讲的，我是比喻而已。但相对的，那个在富裕的时代里面，你们发觉到说有一本书写的，我觉得有空的话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富的求的只剩下钱，我富的人，我们好像觉得要富有，但是我们求的只剩下钱，我们什么都没有，只剩下钱而已。我们心灵是空虚的。你看琼瑶是怎么死掉，知道吗？自杀。他自杀的时候，他遗产有多少？25亿。有25亿的人会自杀，不要说25亿了，给我2500万，我就不会自杀了。全部自杀，为什么？心灵空虚啊！他一辈子当家小三啊。虽然写的小说再红，我们小时候都是琼瑶迷啊，每次看到琼瑶就觉得看到叶子落下去的时候，就像《红楼梦》一样，还要葬叶，看到叶子里面要埋起来，然后还要把它刻糊，哎呦好美！看到琼瑶烟雨蒙蒙，看到琼瑶的小说里面，就觉得这人间多美好。尤其我在马祖当兵的时候，那时候只要琼瑶的小说一来，那刘家昌导的电影，我看到刘家昌里面应该不是。玉芳，你认识刘家昌吗？玉芬，你认识刘家昌吗？新年你认识吗？不知道嘛，你怎么你跟我时代差太远了，我告诉你，在那个时代里面就看到那就是很美啊。所以，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来，帮我念一下来。哥林多后书6章1节，似乎快乐，却是常常忧愁的；似乎富足，却是叫许多人贫穷的。似乎样样都有，却是一无所有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对，所以上个礼拜那个礼拜一我就播一个文章，我们的贫穷是耶稣对我们富足，这告诉我们耶稣所带来的富足是不带贫穷的，他是带的是大富地的。耶稣的富足是真正的富足。我们在讲说基督徒能不能拥有很多的钱财能富有？当然可以呀，而且它是一个见证。可是你倚靠主，你的事业、你的各种方面，上帝会保护你。如果你不是倚靠主，你好像在走钢索，你可能不会掉下去，但是也可能你会掉下去。可是如果你有依靠耶稣，你在走钢索的时候，耶稣在像拖着你呀，你走得很安稳自在。所以相对的，我们在COVID-19期间，我们才发现到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在网络世界上，我们觉得很可怕。我们就看到什么，很多人以前不来教会做礼拜的，为什么？因为电视机是我的牧者，我就可以转各台好消息。今天中间教我们当时COVID-19中间教我自己都吓一跳，我们的不管 Facebook 的 YouTube 的那个点阅率都高得吓人，都好几百则。有时候700、800，有时候500、600呀。我都想说，如果恢复实体礼拜的话，来个1/10就来，不要说了，1/10的话就100人了。结果
第一次的做礼拜，我不晓得你有印象，其实我有数，第一次做礼拜52个人。现在做 COVID-19 之后，很多教会都在叫什么？很多会员都在做礼拜，因为电视技术很不足，就躺着。然后有人说，那个基督教刚新成立的时候，他说蔡长老，你为什么还是用这种字？因为去教很大，所以用这种字。其实我一直主张是用折叠椅，因为一直会增加折叠椅可以坐比较多人。他说，前面脚不能翘起来啦，因为我今天做礼拜很习惯脚在稍微上面就翘在那个茶几上面的，我都很习惯啊。然后让我躺卧在沙发地上，连我在可口可乐的旁边。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做礼拜啊，这变成我们做礼拜的形式是电视机陪伴着我们，然后旁边还有一边可以啃瓜子，还可以吃可口可乐跟那个盐酥鸡。所以相对的，我们应该要知道，我们慢慢的会被什么束缚？我们现在也被手机束缚了。你有没有感觉到前女的讲话都靠手机？背对面2个人坐在一起，2个打手机，问他在干什么？说我们2个在联络，在讲话。为什么你直接讲话？因为我们就很喜欢带手机，所以相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们要记住，因为耶和华是牧者，所以我并不是缺乏我的一切，耶和华都供应。所以你们要相信。第2节一起来，他说：“躺在青草地上，连我在可安一些的水边。”注意是他耶和华领我们让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我现在在当公务员你们会觉得很奇怪70几岁还在当公务员，中华民国也引入几个，反正我们这个没有年龄限制的，一般都65岁就想退休了，有的60岁就退休了。但相对的，我每天都想说，礼拜6、礼拜天一到，我又躺一下，好舒服可是小猴子又来吵了，然后又来准备讲道，所以又觉得说，每一天都好忙，每一天都没有时间。他说逃到青草地上，那多美！连我在可安县的水边，连我在可安县牧羊人知道什么时候吵。你看以前在牧羊的时候，逐水草而居草很重要啊。你没有草就没得吃啊，所以牧羊人可以带领你牛，没有参加那个旅行团。他旅行团的好处是有领队，领队我这就叫你走，你就坐上游览车就跟着人家走，只要不唱卡拉 OK 就好，就一直走到那边就下车做什么？就吃饭。那吃饭你说我要去哪里吃没有啊？他就领你到那边吃饭，吃完以后就上车就睡觉，下车就尿尿，就这样。这个叫做是跟团的旅行。那我们如果跟随耶和华也一样啊。他就带我们走，就像我们开车一样，你就不要忘心而意，你不要担心，因为耶和华就是我们的司机、我们的驾驶、我们的领导者，他在带着我们开车，我们就跟着他走就好了，就不会走岔路，不会走错路。就像我是路痴听得懂路嘴无啦。叫我自己开车的话，我都要照着老半天才会到目的地。还好有的导航更可恶，因为那个导航我不知道怎么设定的。我曾经开过那个导航去基隆的时候进入死巷，我告诉你，死巷进去要倒车好难呢，开进去也容易，倒出来很难呢。你不要以为倒车很容易，我倒了超半小时以后再慢慢把它倒出来。那隔壁的那个人老婆上在那边都在讲，少年的啊，你就是要看一下那个死巷你也开好去啊，如果就细条，你都开好去，我直接开过来，我刚住在那边士林夜市。士林夜市我不晓得，人很多，白天没什么人嘛，所以我就开进去之后，我看到哇人很多，等到推出来哇后面人也很多，倒车呢，倒车之后没办法叫我太太下去，一边叫拜托对不起请让一下，对不起请让一下，然后再慢慢你慢慢倒，满头大汗。相对的，说耶稣是你的牧者，这引导你走一路，他引导你行路的时候，他多方便啊！所以耶稣告诉我们的主导，告诉我们日用的礼是我今日给你们，你们有什么缺缺，你怕什么？我都会给你们。这里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都会加给你们的。所以耶稣是我们至高的领导者吧？只要耶和华，只要耶稣是我们家中之主，只要我们的教会里面是耶稣是我们的头，主居首位，你有什么好害怕的？只要主居首位，我们每天所有的一切他会供应。
甚至给你得胜有余，富有而有神。互你有够家啦，互你有够赢啦，互你有够，直到有一天你会生活在很满足之中，有一天你安息在主怀，安息在主怀不是就结束吗？反而是更快乐的开始。人生是一个更快的开始，所以我们相对的第3节来，我们来念是，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的名，他引导我走义路。为谁的名？为耶和华的名，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所作所为，有时候都想一想，我做这个事情，耶和华会这样做吗？耶稣会这样做吗？是圣经叫我做的吗？我今天我要去开这一间工厂，我祷告完之后，我心里不平安。所以说你是不是叫我说这工厂不要开？最后才发现到，我开完工厂整个投资完之后，那个创投资让更加关税100%。所以这个事情神会告诉你，因为他什么都了解。你只要他是交给他说去，勇敢的去开，只有你这不能一直设下去做，才发现到台积电现在设都设不完，那供应链都跟不完，那么到时候你不管设多少厂都还不能满足他，因为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他会让你读很多的字，所以这个字很漂亮的是让我的灵魂苏醒。什么叫灵魂苏醒？他自己的灵魂啊，心灵苏醒不是。灵魂苏醒告诉我们，其实它的原理告诉我们是一个悔改，一个重建。灵魂苏醒是圣洁，让我们本来龌龊不堪的灵魂得到主的眷顾，醒过来，跟神一样圣洁。什么叫悔改？我们有时候经常没有做悔改的事情，所以那个不管是约翰跟耶稣出来传道，讲第一件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不要悔改。你们要悔改，所以悔改是不是悔而已？一定要改。悔改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悔改。所以人类，神对待人类，他要求的是什么？是完美。可是人能不能完美？人不能像神一样完美，所以我们要悔改向神。悔改向神，我们才可以得到完美。提摩太后书2章21节告诉我们什么？人若自己脱去卑贱的事情，就会成为神贵重的器皿。那个贵重器皿是指神贵重的器皿。那成为圣洁，为主所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要自洁啊！我们自己本身要让我们自己本身是在活在圣洁之中。神是圣洁的人，马太福音第8章里面还有一个那个盲病，有没有？胎哥一个盲的变成，那远远的看到神，因为盲病是不能接触的，那你哇！如果你肯的话，我就得到医治。主耶稣过去还摸他还跟他握他的手，还摸着他说：“我肯。”你得到医治。主耶稣肯你觉得你是不接的？不要，我是不接的。主说不要，我就在你旁边，我肯让你圣洁。有一个人，他自己本身是以前就是个混帮派的，恰里恰后，所以他就来信主。他来信主之后，那个牧师有一天听到牧师讲悔改的道理，他说我要悔改，跟牧师讲说牧师我要悔改，我要做好人。牧师说啊，你不是家里还有藏一些刀器吗？对，我有150刀，不是忘记拿了50刀，我就把它埋在地上，我不会再用的。牧师说真的吗？说真的。第二个礼拜来，牧师说，哎，你把50刀器藏了？他藏了啊，我把它埋在地上了。牧师讲怪他讲话，因为这个人真的有悔改，他一直觉得说不太相信。他说那你带我去看看你的50刀在哪里？他就看到50刀埋在一堆土的上面，然后他突然看到说，哎，怎么有个刀柄？他说我怕有一天我后悔以后找不到我的刀子。这是我们的悔改呀，我们的悔改不是悔改到一半，万一我后悔的话，我还有很充的余地啊，所以我留下一支刀柄。你悔改不要留刀柄好，悔改真心的悔改。每一天，让主充满着你，让耶稣充满着你，让主在你的身上一天比一天啊！不要留下阿米啦，这看看，没看没记得看没，不要说试看，生不必经过试验，你绝对不要留下大别。所以神将恢复我们原来的圣洁，所以我们的圣洁的顺服。所以刚才说讲人若是洁啊，不离卑贱的事情。
个人的上司一定成为圣洁，为主所用。多美的一件事情！所以第10节，来，我们一起来。我虽学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灾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跟这个上帝有什么不一样？有人说我的牧者，我并不自切吧，他领我到天界，他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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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第4节讲什么？因为你的竿，哎，我们跟你更亲密呢。以前就是我是你的牧者，聊聊远啊，你怎么样怎么样？现在说老弟啊，就变成2个是很亲近的关系呀。从第1开始，你发现到你经过死荫的幽谷之后，变成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前面说，我虽经过死荫的幽谷，然后你耶稣就这样，耶稣就在我们的旁边了，这多美的一件事情！就像你爸爸妈妈永远就在你旁边。也许你的朋友离开你了，也许你最好的朋友，你的红颜知己都跟你不见了，你的闺蜜、你的伴侣都不理你了。可主还是在我们旁边，那是很甜的。什么叫甜？棒棒糖甜不甜？棒棒糖甜不甜？甜嘛，你去看看，那个棒棒糖。有人画树，跟美女姐画树，还得棒棒糖，看到没有？很甜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很甜的东西，但耶稣会带我们，耶和华主会带我们经过这个死亡的阴影啊。有时候你怕，就像小孩子怕，你有什么好怕？耶稣背在肩上，带领你走义路，带领你走那永生的路，带你进入永远的安息。那是多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基督的生活并不是总是平静的。所以说信耶稣以后就不再有变。那个信耶稣以后做什么事情都一帆顺利，做信耶稣以后就大赚钱，信耶稣以后就做大官。那这样还要信耶稣，那个耶稣要用拜了就好，那个神就不公平的。耶稣是公义的，主耶和华是公义的。耶稣为什么要说无罪的人必有受死？因为人都有罪，人都有私欲吧，人都有，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我们要自省。你真的对我们的兄弟都非常好，好到8倍的钱吗？有吗？你对你的儿女，你可能做得到，你做的财产都留给了儿女，那为什么不留给我呢？而我是你的兄弟呢？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人性，你不能说他错，是正常的人性。但相对的，我们基督徒不平顺，但是我们有个更可以依赖的品牌是什么？是主啊！你有什么好怕？你有什么好怕？你所有最大的品牌就是我们的主耶和华上帝，是我们最大的品牌、最大的依靠。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所以在濒临死亡的时候，在碰到那个死亡的阴影的时候，你都没什么好怕。各位都知道渐冻人哦，渐冻人知道哦，就慢慢身体就开始不能动。有一个姐妹长得很漂亮，从小在村庄里面就非常的好，在这村庄里面做了很多的善事，帮助了很多人，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她。可是她知道说，她可能有一天，她会跟她妈妈一样，因为她妈妈是渐冻人，然后之后身体都不能动，剩下一个头，最后就死掉了。他想着拼命的做善事，他想说，趁我还有力量，我帮助人啊，把所有的钱赚工打工的钱都去周济穷人啊，去帮人家做事情，做了一大堆事情，做着让他开始发病了。他慢慢身体不能动，慢慢，只落躺在床铺上面。村庄人都好不舍哦，每个都去问牧师说他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他变成渐冻人？牧师笑一笑说：“我们必须去看他，一起为他祷告，但是旨意是在上帝。渐冻人，上帝有他可用之处，所以好多人都去看他。可是每个去看他的时候，1年、2年、3年，他总共见了50年。渐冻人通常寿命都很短，可是他50年就躺在病床上面。那别的僧侣每次看到他都笑嘻嘻的，就是剩下你都笑嘻嘻的，身体不能动。你们都看他说：你有没有怀疑上帝呀？
躺50年很痛苦渐冻人躺50年很痛苦，那植物人哦，植物人不晓得我意思我不知道，可是渐冻人啊，最起码你有意识头还可以动啊，也可以讲话啊。你有没有很痛苦？你有没有埋怨上帝？他下一句说：我怎么会埋怨上帝呢？我多谢谢上帝，还要给我多活一天，因为我只要看到那个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我就知道，哎呀，好美的一件事情，生命都有希望。我每天只祷告上帝说：上帝啊，今天能够让我再做一些见证，好不好？你来了嘛，我就做见证给你听。他就讲他身边的这段历史，他多快乐，身边这段历史赢了多少人信主，身边这段历史他就回想到以前做了很多的事情，别人听都流泪感动啊。说这个人啊，在村庄里面几乎全部的人都信主了，因为有这种人做见证，那主耶稣就是真的，信主的意思是真的。所以牧师来跟他说，你是一个最好的榜样，最好的见证。虽然你做的是渐冻人，但是最好的见证。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在看罗老师，35章第8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什么？不论你遇到什么啊，不论你遇到刀剑啊，遇到饥饿、吃身裸体啊，遇到这个疾病，遇到COVID-19，遇到所有的事情，都不能让我们跟神的爱。你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不能跟神的爱隔绝。然后第37节，那个8到35节，在37节里面特别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因为靠着主什么得胜有余。你有什么好怕？你会得胜有余所以相对的，我们经过时间的幽谷，你根本不要害怕，你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牧羊人的存在，他不是说你就没有邪恶的存在，但是牧羊人他会带领我们消除恐惧，走过喜乐，渡过难关，他是我们的依靠。所以说，我们他被动上的来靠主耶稣，他会消除你所身上的重担，他会担当你身上的重担，他会背着你走所以我们的沙滩的脚印，我们经常唱的这首歌，我们这平常做的，我们经常讲的沙滩的脚印，大家都很熟啊，很会背啊，都知道说我们困难耶稣在沙滩上，那虽然有些讲是耶稣背着我们走啊，可是问题是你不相信呢、你只看了，但是你不相信，你应该完全的交托，相信。来第5节，来，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杯满溢。想想看，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杯满出来。在我对你的面前，你给我摆设筵席。在我仇敌的面前，你要摆设筵席，我不得了我们的仇敌，我们是吓得要死吗？连逃都来不及，我们还可以摆设一个筵席在那边，好像胜利的。这个筵席在原文里面是注解，就是胜利的筵席。我们面对仇敌，我们还可以摆设胜利的筵席在那边，吃吃喝喝，好安稳前提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辈子，我希望你们，不管你年纪大、年纪小，年轻的还像我们一样，当年93岁了，当年那比太空高手一样，太空高手3，但相对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不要怕，我们在仇敌的面前不管怎么样，尽管仇敌包围着我们，我们仍然有信心，因为耶和华跟我们同在。你们看那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自己本身是上西乃山祷告，然后呢，耶稣也要冲然后冲以为打仗吗？不是耶稣也说，你就抬着约柜绕耶利哥城绕了7天了，第7天绕7次了，绕哈利路亚耶城倒下来了，有没有打仗？好像有那是谁打的？不知道，就是城倒了。为什么？就依靠神在敌人面前，你没什么好怕。你这辈子不会遇到困难吗？你不会遇到阻碍吗？你们这辈子，弟兄姐妹们，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这辈子有苦难是正常的。这辈子，所以我们经常会讲一句叫 under attack，
我们在仇敌的攻击之下，我们经常在 undertake， 经常被攻击。我不相信你在座的人没有被攻击过。你创业，你做一个事业，你做一件事情，你做一个工作，甚至你的家庭，都可能在 undertake。但相对的，只要主是你的帮助，你的依靠，你就会得胜。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最后一件事情，更重要。我来，一起来，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想到我每次住在教堂地底啊，我到底要我等你。这世人会到底要我等你，不是说我这一辈子那好了，教会就设了好多的宿舍，每个人都住在圣殿，不是这个意思。我的一生一世，我都要跟主在一起，我在主的圣殿中，我要跟主连接在一起。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来跟主做连接。一生一世，一辈子。一生一世，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直到永永远远，就是跟神的上联、跟神守约的一个忠诚啊！我们需要神帮我做这个，神你能够帮我处理这个，神你替我做这个。可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守约的忠诚呢？神告诉你，你要认罪，你要悔改，你要成为新造的人。有没有？你要每天跟神连接，你要自洁，人不自洁无法见神的面。你要像神一般的圣洁，圣洁公义是神的基本要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一世，真的要跟神在一起，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跟着我。你看这个结尾是多漂亮！刚开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句话就可以让你这一辈子想一辈子。你一辈子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然后最后的机会跟你讲说，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你，随着我，随着你，随着我们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这多美的一件事情！有一个老牧师，这个老牧师他本身身边生病很重了，他可能不久于人世。那就交给一个年轻的牧师，那年轻的牧师知道老牧师每天都有读经的习惯，他就带了一本圣经，他知道老牧师已经没办法看字了，就躺在病床上面。那年轻的牧师就跟老牧师说：“我听你读经好吗？你要我读圣经哪一节？”他就靠在后边，马太福音。读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你不知道马太福音第一章是什么？写了42个人名，14个一代，总共写了三次的那个世代，42个人名，就是人名啊，看谁是谁。那个年轻牧师讲说好了，那老牧师叫我做，那我就做了，他就把马太福音第一章翻起来。一直念就看到那个年轻牧师在念那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就看到那个老牧师头在点，一直微笑，一直点，念到第16节，耶稣基督是从玛利亚所生。那个老牧师手突然举起来，然后年轻牧师靠近他的嘴巴，问他怎么样？我好高兴啊！我知道上帝没有忘记我，主耶稣基督来了，上帝没有忘记我，我的名字会写在生命册。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笑得好灿烂。突然，那些牧师一摸，没有气。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伴随着这个老牧师，也会伴随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让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让我们一生一世都恩惠慈爱伴随着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大家讲真一点，就像我这个情况，我当然不是强迫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样做，甚至弟兄姐妹们能够出门之前半分钟而已。要我一个叫我看不你我到底七岁，早早抓起安全的注意。兄弟，你吃野我我的木子我并不是缺乏，半分钟，然后你整天的精神都神跟你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我们感谢你，让在主你的面前得到主你的坚固。感谢主是我们的牧者，带领我们度过那死荫的幽谷。你为我们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感谢主，让我们的一生一世都有主您的恩惠慈爱伴随着我们。求你照顾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身体不适的照顾他们的心身灵得到主你的照顾。求主你照顾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你的面前都有主你的同在，让我们每个人自己成为神重用的器皿，成为神贵重的器皿。我们知道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个应着上帝话，小等下咱要用华语的赞美之泉，我们来吟唱耶和华是我牧者。接下来我们要用行信息两百空一首，用台语来唱上主做我记号者，这是咱大家起来唱耶和华是我牧者。咱要唱第1甲第5站。Thank you.
是咱要用感恩的心来奉献正实现的即事来侍奉。咱由原今日，咱要吟上人信诗389首，阿罗上帝至悬至尊，又将咱要请蔡长来为咱祝祷。愿耶和华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牧者，我们的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伴随着我们，我们要永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愿圣父、圣子、圣水上帝加你三个地地，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说阿门。阿门。真济。是咱要报告，下周2月1号主日圣诞论体的即事侍奉，请恁大家准备心来备办。再来做消息的报告，报告台先吼，咱先来介绍咱一个新的咱的家人吼。应该讲说，昨天我们圣歌队在练习的时候，上帝刚好派来一个天使。那这个天使的话，我想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廖宇杰，好。他是我们指挥教会的朋友，他现在是在华江教会，但是之后的话，大家只要是喜欢他的话，我们常常跟他招呼，他很会留下我们教会。他应该是唱歌的哈。所以说，等一下礼拜完后，我们跟大家做一下沟通哈。这样做这消息的报告。那本周的小组分享的话是那个生命记第11章，那边看到第15章。然后本日下午1点夫妻及妇女团契与4楼举办尾牙的聚会这次的主题是那个润饼 DIY 请有报名兄姐准时参加。再来我们在第3点的话，2月1号是下礼拜的礼拜天聚会完以后，我们会召开定期长执会。那
请兄姐若有提案的话，可以通知我们长职我们在长职会里面会讨论。然后本会预定于2月8号，就是下周我们举行定期会员和会请踊跃出席，那是舞台街可以在后面那边有一个请假单，可以在那边请假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很伤心、很悲痛的事情，就是我们的陈辉勇弟兄生在1月16号下午安息主怀。那他定于1月31号，就礼拜六下午2点，会在沙鹿教会举行告别礼拜。那我们等一下的话，在代祷时也为他们的遗嘱来做这样的代祷。然后在2月份的职月长职的话是严长老跟林文玲执事。然后本周的信眼光的进度的话是生命记第16章到第21章。那接下来的话，就我们来做肢体的交通跟代祷的事项。那我们首先的话，我们要持续为我们教会身体健康的彩云姐还有贝鲁姐妹来为他们代祷。那这边要追加一位是我们的骆元生骆执事听说昨天去做身体检查，就是肾脏这边。那今天因为不很舒服，所以说没有来教会，我们特别为骆执事的身体来做代祷。然后再来，我们也要为我们这礼拜的话，我们为我们的郑博文郑长老及那个郑泽文郑执事的一家的身体心灵健壮来做代祷。那我们请蔡长老带领我们来为这些事情来做代祷。我们先自己默祷在心里面，为刚才欧长老所讲的这些事情，我们来为他们代祷。请听，感谢。我们今天阿弟兄弟，我这种唔甘，因为咱个事讲非常兄弟伫咧认真蒙主的。伫阮世间人看来，这是唔到一条事，伊困去伫上帝怀抱，嘛是贪欢喜一件事。这个伊才有发展，尤其特别严重，伫悲伤的中间。留着一个愿望，有一日伫天堂会去三见。所以我俩搁伫咧祈祷，为着阮贝主节，主可以把状况互伊，互伊一生有对遐来智慧，以后伊目睭，因为伊自身是伊咧做工，主是我所定的查某囝，主可以用你主笔信手办章。看可以，也班长包括你太文这，我大家笑了，我若看伊全身，其实比较精英，主要灵魂要会清醒起来，或做一件做每日来接到伊，互伊想得去开达，愈来愈难，愈行愈强，要为了即事伫咧面前，迄种祈祷，也是有人爽快，做每日。因为你听伊，伊也伫每一个礼拜，有看到伫主里的节，主里特别为了即事来祈祷，我先不得健康康、平平安安，为着无即事年来祈祷，互因呢，虽然北岛所在医院，会当每一礼拜，行使到伫遮见面，也求主你保守照顾我们每一个兄弟姐妹们在你的面前，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学业、他们的家庭，求主你照顾着他们。照顾着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有主你的眷顾，让他们的一生一世都有主你的保守，让他们经过世界幽谷，主你保护着他们，让他们不必受灾害。求主你照顾我们，也让我们的宗教会得到主你的眷顾，让我们一心一意往主你的方向世界，让我们世界脱离卑贱的事情，成为主你所重用的器皿。我们照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那我们再请圣歌队来唱祝福的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礼拜。